中央东部政区今日宣布，伫台湾的中南部海峡这片海峡雷霆操演，海巡也发现讲有中国民兵准参与。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盛楚英方表出讲是间谍，泄露这立法院的机密文件，减掉限20万交保电子监控。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初4暗起甲初5到彰化市，为了避免抢救，彰化县警察局今日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一起治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前立法院长游锡堃办公室的助理盛楚英，即摆互逼讲伊是间谍，伊伫咧2019年的时阵去到中国读书，互吸收去做这助理，这6年期间呢，泄露到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检调认定讲这盛楚英违反着国安法，下令20万交保电子监控。要若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呢，民进党也当咧进行全面的清查。前按外头的查甫人盛楚英，捌担任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办公室助理，互人夜讲牵涉强调案，6年来向中共真侪解泄露立法院的机密文件，收几落百万。检调调查了后，认定盛楚英违反国安法，进前入令20万交保，采取电子监控。检调将后盛楚英2019年去中国读册，去互对方吸收做报马啊。佮加伊较早伫立法院民进党团真熬交陪，伫真侪个立委办公室任职，包括游锡堃、罗美莲、郭玉成、柯志杰等人。游锡堃伫初2表示，盛楚英2022年4月中告职，发现伊行为怪怪，较无1年都无过续聘。伊到尾也是担任罗美莲的助理。他在我办公室其实也只有几个月时间，我们也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异状。对，那我们目前还是整个都是状况外的。针对外界关心盛楚英敢有经手各方机密资料，罗美玲表示，伊敢若负责准备这份资料。民进党伫案件夜康了后进行全面清查，发现也是有立委的助理去澳门无通报，柯立杰证实是伊的前助理已经离职。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便已请其离职。若有违法，绝不宽待。共产党对台湾的渗透，那我们呼吁朝野所有政党应该要一起来支持相关法治的强化作业。针对立委助理强谍案，民进党表示支持司法侦办，呼吁调查强化台湾国安法制。不过，国民党批评强谍原来就伫本年时指控飞碟藏伫民进党的办公室。民进党一直在抓共谍，甚至不停地污指在野党的委员是通匪，是共匪立委，结果原来匪谍就在本能寺。知影化工检调爱查明泄露秘密严重程度，是毋是有共犯结果？嘛要求总统赖清德对外说明。对这件代志，总统府回应无针对个案评论。不过任何人只要涉犯背弃国家、做出渗透还是通奸行为，拢应该用上严厉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2月，这马街病院去互海客入侵，而且呢，这海客国甲这病人雇主摕去网络顶头卖。经过警方的追查，发现讲有北京病院、学校、上市公司，拢互同一个人攻击。大也查到这个嫌犯啊，是伫咧中国浙江一个20岁查甫人，伊是咧中国的治安公司食头路。目前咱的警方已经对伊发布通缉，也透过这两方共同打击机制，请中国到协助。暗网有一篇大文，也讲马街病院去互骇客入侵，千万病患个资变交易商品，开价超过300万。经过警方1个月调查，锁定幕后主嫌 Crazy Hunter 是一个中国浙江20岁姓刘的查甫人，伫对方做治安的工作。从骇客入侵来的 IP， 还有他的恶意程式以及他的攻击手法，来掌握到犯嫌。这是警方首次证实境外骇客的真实身份。那马街受害，中华基督教病院、亚洲大学、亚大附医甲3间上市公司，也互共一个骇客用卡油病毒攻击，讨80至250万美金。嫌犯搁伫暗网讲，有2间机构付钱甲资料讨倒转去。上市企业进前也有发消息，拢讲无个资也是档案外泄。不管医疗单位或者是上市柜公司，目前还是一样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这个
预防可能会有治安提升，通常是法规上面的这个考量。专家嘛分析，卡油便当若是入去电脑，就完全无法度复原物件，也无排除骇客是有意偷摕机密。即马专案移交检方，认定4类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取财、告知法等罪嫌。4月7日已经发布通缉。警方表示，会借用2项强大机制，请中方协助侦查。中国大陆的公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要协助配合来帮忙来做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事实上是会有一点难度。两岸关系冷，中国是不是出手相助，或者无信心？只是骇客入侵的对象为较早公部门，即摆换做病院、学校甲民间企业。专家点出，民间的治安防火墙老胖未少，有改进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代替德鲁古自强号败北意外发生到大约4年啊，这罹难者家属建议代替伫咧清水磅坑顶3个事故现场设置纪念灯光。再去交通部长陈世凯含罹难者家属去到花莲举办启用典礼。陈世凯强调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代替有责任，也要求其他的公共运输呢安全是上界大责任。舞台顶悬演奏逐港兄弟这个经典歌曲，互大海家属是感动流目屎。因为4月7日是代替太鲁阁号事故满4周年的日子，交通部一透早就伫台北车头的大厅办纪念音乐会。罹难者家属的代表希望代替永远会记得这个教训，莫让其他的人搁经历失去厝内人的痛苦。失去家人的痛苦，所以我们非常相信，我们也很努力，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人和我们一样经历我们的痛苦。交通部长陈世凯致辞的时阵嘛，强调提供安全优质的公共运输，代替绝对的担责的责任，嘛要求各公共运输单位以安全做最高原则。未来我也要希望，也要求台铁公司跟交通部所属的所有的交通运具的单位，永远要记得安全是最重要的。接落来，陈世凯和家属代替的人员，坐公车处的3千型自强号列车去到花莲，列车经过清水隧道顶3个事故的现场时阵，隧道内面的纪念灯嘛光起来，代表永远的爱和思念。他们很希望法院能够对于整件事情是一个有针对事实，然后是最重的一个惩罚的方式来进行。当来看事故是发生在2001年4月7日早起9点28，一个载498个人的代替太鲁阁自强号，经过花莲的中德大清水隧道的头前，弄到出入边坡侵入路线的钢钉车了败马，造成车顶49个人过往，300多个人轻重伤。代替表示讲，为了要悼念事故的罹难者，在事故3个磅坑设置纪念灯，以后当年的4月7日到7、6都会甲点木光，要甲因上深的悼念送予这罹难者。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连续2天发动对台军演，中共东部战区今日宣布，在台湾的中南部海峡执行海峡雷霆205A 操演，也伫咧东海进行实弹射击，无基锁定重要港口、能源设施等等。咱的海军呢也随进行操演，掌握到这中国军舰13只、海警船10只，也有军机36只。海巡也证实讲，有民兵船参与军演，引起关注。你的行动已严重破坏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及安全，蓄意制造事端，增加维安及误判风险，请你立即离开。中军的司令舰出现伫咧台海，海军左营军舰伫台海前线捍卫咱的海峡。中共东部战区昨日无武警宣布对台湾实施联合演训，以中共航舰山东号组织编队带头，结合强机执行军演。咱国防部侦获强机76台次。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加西南部，也有几多台强舰、公务船了台。国军积极反制，启动立即备战操演。4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中部、南部相关海域组织海峡雷霆2025A 演练。无像你讲，中共的东部战区昨日搁再宣布，针对台湾的中部加南部海峡。进行海峡雷霆2025A 操演，演训实施查证识别、警告驱离、炸弹扣押。另外，还佫伫咧东海展开远火实弹射击，模拟锁定重要港口、能源设施，
相关印太局势紧张。持续施压，它不是一个新闻，它叫连续性。这个以后你还要看到会有更大压力，但是我们监控很好。一直到这几年，把海陆空火箭军的兵力做这样的整合嘛，它的目的当然就是军事扩张。中共连续2天对台湾发动军演，这边朝鲜有新的大号海峡雷霆。中共讲，共军一直大刀采取多样化、更加严厉手段。学者观察，共军出动几多台军艇，结合着中国的海警船，演练把台海内海化。让他的海军跟海警未来如果执行对台湾的这个封锁或隔离的时候，可以有这个跨军兵种的这协调，对海上的航运的商船进行这个骚扰、拦截，企图阻断台湾对外的这个海运。我们也强化了对退役军人的一些反渗透、反统战的一些工作。我们第一个就是农民在哪里，我们服务在哪里，要强化农民的照顾。另外，中共的新建文宣影片，声援更立强调案征集相关的退役中将高安国。对此，颜立华讲，中共对现役加退役军人的渗透手段正多元，所以把强调案摕来做宣告，和退役军人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雄雄话讲要军演，或者戏面是真不满，因为今年屏东的乌昂村贵这头一波乌昂村的认定资格是对4月初1开始，就戏面认为讲安尼受到影响。然后早起呢，伫咧屏东恒春的鸟皮头，也看到咱军方部署飞弹。大概目前我们东港跟琉球，因为要抓黑尾鱼嘛，大概都是会集中在这边。刚刚渔会比着地图观点，渔民来掠乌昂村的范围，大约伫绿岛附近。今年县府公告，屏东乌昂村第一尾的资格，掠猎的期限为4月1号开始算。刚刚当地已经有部分渔船出发，嘛有真侪渔民准备了后要出海。但是这届中国军演公布的区域，踏入掠乌昂村的范围。这个时候，其实对第一尾对我们东港籍跟琉球籍的渔民来说，其实它象征的意义是很重大的。那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搅局对我们来说，其实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困扰。东港区渔会表示，为着了乌昂村有一寡渔船3月就出航，目前当地海域咧作业。坦承中国经伫这个时机来军演，造成真侪困扰。不过，有渔民认为，军演甲一般的渔船作业无关系，无啥会影响到。那影响到，嘛是加减啊影响啦，因为伊演训的拄啊，伊咧掠迄位，迄个差不多迄个所在啊。演训因的作业本地啊，迄无关系啊，迄无关系，无影响啊，无影响。虽然不是每一个渔民都认为军演会造成掠鱼仔的困扰，但是有渔民出来的时阵，常常看到中国真侪军船出现伫日本附近的海域，会离对方较远的才来作业。因应这届中国军演，屏东恒春某鼻头早时嘛当看到当地有飞弹防御部署，周边嘛看到军车，还有军人咧来回行动。公司新闻王刘婷丹恒春屏东报道。2025年，大甲妈祖绕境进香，要伫咧初4暗时起驾，按算初5呢会到彰化市。为了避免这发生抢救冲突，彰化县警察局今年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要管控现场的状况。然而今年这绕境呢，搁再撞到清明的连假，警方也宣布初5这天呢，会伫咧彰化市区进行交通管制。两阵人互相抢渡，愈弯愈大声，用要拍起来。这时阵，警察出动，赶紧甲人隔开，避免发生冲突。2025年，大甲妈绕境预计初5会行到彰化。过去彰化常在发生抢救的冲突，彰化县警察局今年搁再出动机动应变队，嘛进行维安演练。绕境期间特别成立机动应变队，主要的成员有本级的教官，还有特任小组。那共计42人。我们教官助教都具有跆拳跟柔道的专长。如果遇到冲突或是有任何违法事情的话，我们一定会使用公权力去制服这样。彰化县警察局表示，机动应变小组的成员拢有柔道、擒拿等等的技术。小组成立以来，无发生过绕境冲突。经过评估，今年警察出动2558人，比去年减450人。另外，马祖桥到位的时，部分的路线也实施交通管制。4月5号，那大概下午左右，銮轿由这个大渡桥南端进入彰化市区。
那我们的管制点是中山路到这个金马路这边南下的车道，我们封闭。根据镇南宫的统计，去年了境进香吸引成100万人参与，今年起价阁拄到清明连假，预计参与的人数可能会破纪录。警察局嘛提醒民众参香过程，请配合交通管制，尽量使替换道路，加利用大众运输。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桃园的路地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一个68岁老大人，可能是因为伊的身体无爽快，就倒伫咧路边，也因为是落雨天，这赛车的人就无注意，就安尼甲伊搞过去，搞死啊！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等罪嫌，甲一个驾驶移送法办。落雨暗暝接近罗德区山林路二段甲山外路交叉路口，68岁姓陈查甫人落车了后，疑似身体无爽快倒伫车道。54岁姓郑的查甫人赛车正弯，疑似无发现车道顶缘有人，煞高速当中将人搞死。54岁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因夜间又加上雨天视线不佳，不慎碾压，疑似因病无法站立，而卧躺在车道上。68岁陈姓男子。代志就发生伫3月31日半夜暗时7点外。附近民众发现车祸，赶紧报案，经小到场抢救，发现姓陈查甫人身躯真侪刺伤、裂伤、钝伤，已经无喘气心跳，赶紧将人送去南口中央病院急救。发现为欧卡患者，分队申请2车支援，并进行欧卡抢救，送往林口长庚医院。被同姓陈查甫人送去了，一时救无转来。警方事后逮捕肇事的姓郑的查甫人，照过失致死罪嫌送办。检方也要搁解判，这事故甲死亡原因要搁调查清楚。公视新闻桃园报道。来看这条，唔知有通也无通呢？这新北市去年有统计哦，差不多有29万台奥多拜，不过市区因为有一寡车路跨度是无够宽，加上这奥多拜停车格也真有限。市政府最近有经过着这交通改善小组的决议，要针对28大的顶仔卡开放停车，希望会当解决着这停车需求的问题。大楼顶仔卡竟然出现白色奥多拜停车格，因为有不少民众反映讲，新北市停车空间无够。市府最近针对停车需求较大的路段，规划开放顶仔卡，予民众停机车。针对这个政策，民众意见无同。是可以啦，但是也不能去影响到行人啊或者娃娃车通行。因为在新竹骑摩托车是方便的，它前面的住户他也可以停，那后面的话他也可以停，因为我们要给客人停啊，不然客人说想要来这边买东西都没有地方可以停车啊，不方便。根据统计，新北市总共有29万台奥多拜，机车停车格只有1,200架左右，民众常常找无所在停车。经过民众反映了，新北市交通处放令条件，只要顶仔卡跨度超过3公尺半，而且过路空间超过1公尺半，得当提出申请，伫顶仔卡为奥多拜停车格。准讲申请有通过，1年内就袂当申请取消。包括骑楼深度必须要大于3.5公尺，在骑楼内呢也不得设置临时或是固定的障碍物，也不得在骑楼来骑乘机车。那此外呢，周边也必须要没有其他的空间可以来划设机慢车的这个停车格。停车需求必须大于供给。到目前为止，新北市政府拢总有收到61件申请案件，经过相关单位会勘评估了，有28件符合标准，已经为机车格开放民众停车，希望会当解决机车停车的问题，也袂去影响到过路人行顶仔卡的权益。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缅甸大地震到达是第6公路，这累积的死亡人数超过2700人，也有真侪人是下落不明。外界预测讲这死亡人数恐惊会搁再增悬。驻守伫咧当地联合国人员也指出讲，这食的物件、医疗药啊、清气会当啉的水、避难设施等等，各项是拢真欠。受灾上严重的曼德勒周边倒去的厝，也阁有救援队无用的情形，世界拢看到。也若个病院内底各种伤者病人，更加已经无够所在是开甲满。The needs are massive and they're rising by the hour. The window for life-saving response is closing, and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families are facing acute shortages of clean water, food, and medical supplies.
And yet the crisis is still unfolding. While we were there were multiple tremors that were continuing, and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were ongoing. 地动除了让上清上班的民众无敢可归，敢若因住伫街路上，也原本就已经不足的水电供应是更加无够。联合国人员指出，欠缺清气水源，除了影响民众饮用水，也严重威胁人体健康。亲像老土症，才会少水源污染离脱开的一边，也有天高热、肝炎、马拉利亚，都会因为欠缺清气水源甲医疗设施而继续一直拖。各国除了派遣救援队协助继续找新患者，也有医疗团队已经出发到当地。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 也调集医师甲护理师总共32人到灾区来协助抢救伤者，也有一个感染病的防治。我々も普通発災してすぐにですね行ける体制を整えますけれども、非常にミャンマーなかなか難しい国でもあります。入国の許可とか、あと査証が取れ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もいろいろあって、我々の出発も31日ということ、30日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受灾除了缅甸，邻近的泰国也报道幸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8地动迄天，邦国2栋90层楼高的大楼又较真严重，联络空桥也断水2节。如果当地韩国侨民款永顺当时正伫52楼的健身房运动，地动一来随拍算离开，要去找人伫隔壁大楼的家后还佫走囝。空桥登记的迄时间已惊险跳过，随后甲家后走囝团圆，也正说地动灾情内底少数互人安慰的消息。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继续来看这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的郊区，昨昏呢，这天然气管线爆炸引起火灾，8点钟才甲这火拍花，包括3个囡仔在内，计共有145个人受伤。当地卫生官员就表示，讲这受伤的民众状况正稳定，有一部分已经出院啊。那这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大概有500公尺长的管线防烧到，也那这泄漏爆炸原因，这部分佫需要调查。天然气管线爆炸引起大火，乌烟冲甲天边。有媒体报道，火势有20层楼仔悬，几公里外拢看得到。爆炸威力真大，各地住宅区真近，居民拢感受起步的震动。迄时阵庆祝穆斯林开斋节的民众赶紧到离家园，火势无法度收煞。当局下令疏散，消防员出动救出受困居民，有人被受伤，有人用要无法度喘气。We don't really think that there's something serious until we saw the fire. And the fire is really raging high. 我一直听到有东西掉，那种有玻璃、有石头，窗口的玻璃全部都破掉。前早起，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伫铺装一条天然气管线泄漏造成灾害，差不多500公尺管线被烧掉。国家石油公司虽然将烧的管线改关起来，不过管线内底依然有残留天然气，火势是真大。烧差不多8点钟了后，才全部拍花。当局初步评估灾损，190栋的厝，148台车加11台机车，有无共款程度受害去，也宣布会赔偿受灾户。另外，几个事故发生的原因已经展开调查。公视新闻恩惠宁编译。来看这第2阶段的大罢免已经启动了。那这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双子也发起作家的集体联署，已经有1000多的台湾作家参与联署啊。因讲因唔那是为着台湾的民主自由拒绝中国渗透，也要为着捍卫台湾文化发展和国际能见度。笔杆接力。这届台湾文学作家大声喊罢免到底，希望呼吁民众做伙来关注第2阶段罢免无责任立委的行动。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今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甲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伫咧面册写文，暗指文化界讨饭食的讲法等等，引起文学界的不满。罢免联署发起人是去年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杨尚子，伊强调这么侪作家站出来，是为着台湾整体的文化发展，也有国际能见度。为什么大家都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有个最关键的。核心或最大公约数，那就是我们都认同台湾的主体性。台湾女性主义先锋杀夫的作者李昂嘛来参与联署，这几年一定出国分享台湾文学。伊表示，唔那咱国长期政治外交受到限制，经过立法院台检总结文化预算以后，文化外交嘛受到真大影响。另外，书写劳动文学做工的人作者林立清，这几年开公司嘛世界找厝征收，互家友也是有需要帮助的人通大。伊表示，自从去年立法院收窄违法欠缺配套，造成需要租金补贴的社会底层人士愈攀生活。有的人甚至
直接问我说：“你们台湾为什么都没有声音？”他说：“如果你们都自己不表态的话，那么以后的时候，你们要我们帮忙，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理由的样子。”这款叫财化法，乱收、乱抬，变种伊的补助，唔知我即摆要去找中央，还是找台北市政府，我就爱需要讲立委替咱来问啊，这款的就会互我遮照顾的朋友心内足艰苦的。你就看讲一个月过去啊，什么时阵补贴会入来？目前已經有1043位台灣作家加入罷免連署，會使講是這幾年來台灣文學史上上大型的表態行動。在咧記者會頂頭，作家嘛發起圖文創作行動，希望邀請所有創作者在咧網絡頂用圖文延續公民討論，萬為歷史留下見證。記者盧尚珠、鄭俊佑台北報道。因为经发生电案件防羁押的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因为伊结石腰子含水，今仔日伫咧台北病院开刀治疗。这台北病院有发新闻稿指出讲，伊手术了后恢复了袂歹，这身体和精神状态也拢真稳定，会搁伫咧病院观察一天。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落车了后，坐轮椅割喙案。初二早起，伫矫正署人员的护送之下，去为腹部台北病院准备手术。郭文德因牵手等飞机，透早赶去病院甲看。谢谢啊，今天大家都这么早，真抱歉。等飞机讲，初一下晡2点左右，伊接到台北看守所的通知，郭文德初二要动臂小刀的手术，其他的代志是完全唔知头唔知尾，而且真不满。伊讲，根据卫生医疗法的规定，要开刀的患者甲伊的亲人有权利知影要动什么款的手术，是安怎爱手术，也佮有麻醉的方式甲护管的方式，有方通知甲选择的权利。为什么要手术？是什么麻醉的方式？那手术的原因是什么？或手术之后他的康复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说实在，我跟各位一样，我完全不知。在一个还没有定罪以前，就只是为了说他不要被什么串证、什么逃亡，就是因为这种因素被羁押的时候，他这个医疗上面的人权完全消失。听完之后，陈佩琪就哭了。你不只要通知你要跟家属要讨论包括他术后、手术后他要怎么照顾？为什么柯文哲他连最基本的医疗人权都没有呢？病院的立委质疑讲，郭文德的医疗人权受到侵害。前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讲，等飞机去病院问医师了后，已经了解郭文德的病情甲相关的处置，而且甲伊开刀的医师是过去郭文德待病院的同事，嘛是这方面的专家，知影医生手术的方式甲检查报告了后，有更加安心。主治是说他有把一个结石取出来，那个 double J 当然就是说放了之后，当然就是尿排出来之后，水分当然是会改善。那到底改善有没有恢复到一个人 normal 的状态？那个他是说要再追踪，因为毕竟才刚手术完。台北病院嘛发新闻稿表示，手术了后，郭文德腰子行起来情形有明显改善，身体甲精神的状态稳定。腰子因留去膀胱的2条管会先放5天，观察了后才佮摕出来。病院这边已经安排后续会诊的事项，确保复原的情形。公视新闻新北台北报道。根据着这观光署的统计，台湾人一届清明连假订房率无到5成，有观光客的这个教授伫咧观察，这讲甲咱台湾人无惯势提早订房景是有关系。另外，气象署也要提醒讲，这天气渐渐稳定啊，各地头的这个高温会来到20外度，将近30度。不过，初5、初6这2天啊呢，这北部、东半部地区会落雨，也那中部是坐云乌阴的天气。清明连假放4天，有人去陪忙，有人会出门佚佗。根据观光署3月26的统计，清明连假4月初3到4月初5这3天的订房率无到5成，敢若4成7，而且比去年4成9搁较少。感觉算啊伤过晚的时阵，再来讲无咱住在遮有哦，再临时。我没有太多的规划，我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有观光系教授观察，伫即阵网络真方便的时代，现代人出门佚佗，就算要过暝，嘛无一定会先订饭店，所以政府统计资料和实际状况就有真差。订房工具变普遍了嘛，所以不会说要提早抢订房间了，所以应该是等假期结束再
统计住宿率的时候，应该会再拉高一些。关公署即届统计出来订房率上悬的第一名是马祖，占66%。关公署解说，因为马祖即马是看那目屎的观光大街，加上有配合举办活动，才会成遮侪游客去行搭。也若气象署表示，清明连假这几天天气会小可回温，各地高温平均伫咧23度至28度，不过低温就干那11度至16度，早晚温差也是真凉冷。北部的话，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在23度上下；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25度；那东部的话，大概有22、23。今仔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4月初3和4月初4这2天，北部、中南部是出入的好天，干那东半部会小可落雨，天气算真稳定。不过，若到4月初5到4月初6这2天，各地水汽增加，北部、东半部拢会落雨，中南部是云济乌阴的天气。记者查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最近传出有真侪捌甲囡仔性侵害嫌犯，又搁再机会接触到囡仔。在起点就这立委家长和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因呼吁卫福部就要设儿童工作证的制度，避免有这款犯罪记录的人搁再接触到囡仔。建制儿童工作证，阻断二郎再犯机会。有一位新北市受害儿童的老爸 A 先生，由立委陪同，找日早起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因为伊的囡仔伫咧儿童在艺班，被老师强制性骚扰长达4年，报警了才发现受害人数有到10几个人，而且这位老师早就性犯罪前科，竟然还佫让转到教学现场继续发现，让家长真生气。即使我们已经灌输了他好几年这些观念，但是他还是忍受了很久，他还是压抑了很久，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他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民进党立法会员范云讲，伫这么现行的无信的人权资料库实行已经真久啊，而且至少6大缺失，包括无需要立案的儿童工作场所，像夏令营、小型在艺班，就免查询工作者的背景。儿童相关工作的类型真侪种，无法度全面的监管。若是无好好查询，就可能错绑恶龙再犯，伤害囡仔。无适任资料有公告的期限，若是过期就无法度搁查。伫这么查询的权限也个严格规范，家长甲一般民众拢无法度查到，而且就算是查到，也无法度禁止老师搁去别的单位工作。所以要求卫福部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它就像是儿童保护界的良民证，让所有接触儿少的工作者，那些工作者自己必须要先查核申请哦。儿童工作证它可以视为是一个加强版的良民证，那它就会涉及到相关不同政府机关资料的串接哦。那因为都是一些比较隐私的个人资料，这个绝对需要有一个法律的授权。范云讲，纽西兰、澳洲等国家拢已经伫咧推送儿童工作证制度，来确保儿童的安全未受侵害，所以将会提出《儿童甲少年福利甲权益保障法》修法草案，甲儿童工作证法制化。对此，卫福部回应讲，修法就要跨部会合作，会进行讨论可行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去年有134856个婴仔出世，是有史以来上低。政府打算讲要甲这幼囝留一停薪的补助，对6个月延长到7个月。不过，专家总是认为讲问题是出伫咧补助伤过少啊，也应该爱改善幼囝的环境，才法度鼓励大家生囝。即马物价悬，逐项拢起，尤其少年人拄出社会，普遍薪水无介悬，若是生囝经济负担会变搁较大，所以真侪人拢毋敢生。陈高宗拜三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的育婴留职津贴是以申请人投保薪水落去补贴8成。陈高宗讲，投保的薪水通常比实际上摕到的薪水加真侪，不管是一般劳工或者是公务人员，逐个月补贴算起来，连基本工资28590块都无。以113年的一个保险给付总额跟给付件数来计算哈，平均的金额大概是22000元。那公教人员更惨，公教人员平均请领的金额只有17180元哦。那这个离基本工资28590元还差很远。
根据内政部统计，2024年新生儿有134856人，比2022年13.8万人更较低，出现罕见2年结过好年的状况。专家总表示，少子化真做是国安危机，呼吁劳动部增加用公务预算来提供补助。能不能再从公务预算的2成再来加码的这一件事情啊？哈，就涉及到政府的预算嘛，哈。那因为这一次的财划法如果修正施行哈，那中央政府的收入也会减少。那所以能不能再来提高？这要看看政府的财政的状况跟少子化的一个政策哈。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咧建议，敢要甲补助的时间对6个月增加到7个月。若是要延长留职的时间，也需要考虑劳工转去工课场适应的问题。目前拍算建议的方向是，父母双方拢爱签满6个月的补助，才通申请加码的迄1个月。目的是希望透过政策促进男女平平拢爱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也若相关修法的草案，目前等咧研议。记者中国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连面就要过这儿童节啊！这台南市的口碑实验国小呢，用唱歌表演的方式来庆祝，和全校的囡仔轮流上台唱台语歌。学校表示讲，希望透过这唱母语歌曲，和囡仔更较在胆，敢开嘴讲母语。囡仔轮流上台唱歌，有人唱流行歌真有班，哪唱哪跳真活泼；嘛有人组团合唱在地的歌，学校风雨球场真做大型舞台来办这场户外演唱会。囡仔上台哪像歌星同款，大家听众是听甲真痴迷。延续机会母语日，台南市口碑实验国小办唱台语歌庆儿童节活动，互囡仔一个舞台通表现，感受用台语唱歌的趣味。台语是台湾本来的母语，所以一定爱唱台语的歌。我今仔唱最后一个，搁有爱着才知影听这2首歌，互大家听。我感觉台语是足好的语言，我介意听，我介意唱台语的歌，互大家听。我一开始有一点仔惊，但是后壁就袂啊。校方讲，学习母语唔单单是伫课内尔，日常生活嘛通浸水式来学习，效果会更较好。这回比赛因开放全校自由报名，个人甲团队组加起来拢总20队，大家囡仔先拼先。比赛嘛有评审老师以囡仔的发音声情来互因建议甲鼓励。台语就是伫咱的生活当中，若是讲话，也是讲像因家己安尼唱歌，啊，佮会做即个动作，安尼就是规个就是拢足自然的啦。阮学校吼，其实推动母语吼是延续性的吼，啊嘛希望讲即个母语呢，就是伫即个日常生活内底咧学习，啊会当吼来练习，啊会当来表演，吼啊，互因有一个表现的空间。口碑实验国小表示，学校未来会继续透过教学课程甲生活化来杀母语教育。这回囡仔唱一首歌，团结群情，嘛唱出语言文化的底蕴，互讲母语成做咱后一代囡仔心中真实行的语言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讲到台南1999市民服务专线，今年1月到3月计共服务48000外件，逐个月开始有16000外件。其中呢，这噪音检举动物援助上介济，却因为无时间的限制，卡入来电话800款，甚至有民众卡电话去是念经予对方听。这台南市政府也呼吁讲，爱把这资源留予有需要的人。外形高高胖胖的，接近大概40岁。台南1999市民服务专线，一透早电话就响袂停。虽然主要是卡来反映问题，不过奇怪的电话嘛袂少。您好，微信聊，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初中毕业生零电路证项无身份证。民众打电话入来，唔来念经，也搁会读报纸，已经是1999定定打电话来的人，只有所有接电话的人员拢接过伊的电话。诵经啊，念经给我们听，然后念完就结束。那他可能今天是念经，也许早上念经，下午他就念报纸给我们听。因为无时间的限制，加上是服务市民，通常接线人员拢会真耐心地听。讲若是今年1月到3月，台南1999就累积有48000外通的来电，一年的平均每个月有16000外通左右的业务量。但是其实真侪民众嘛知影，后白卡1999是真无好。打字可以问。对啊，你有打过？你本身有打过吗？有打过1-2次而已，还不错。要针对问题啦，但是就是一寡话啦，是疑难杂症啦，袂当黑白卡，哎呀，安尼较袂变
造成迄个市政府的迄个困扰啊。1999市民服务专线主要就是包括活动的消息、交通旅游的资讯、各种福利的服务，甲市容通报，都会当直接通报反映，并且各会进度追踪。大概咨询比如说活动的这个办理啊，咨询这个相关内容，大概就50%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陈情、派工一些转介事项。千奇百怪的状况袂少，市府嘛是大爱呼吁通报1999，避免占线，以免影响其他有需求的民众。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台中的检警和台电公司的专案小组抓到一个偷接电的案件，有一个有前科涉入的嫌犯，去年伫6个县市替这工厂公司电脑基板共改电表偷接电。台电表示讲呢，因有去做统计，有15件，嫌犯也已经去向移送法办。即摆台电也要甲伊讨赔偿，要讨1783万。警方甲台电人员来到住户门口，拍开电表一看，发现内底有可能调工破坏，造成电表无法度正常走出用电度数。这个电流信号线跟里面的插座通通被破坏了哈。台中刑事去年接到线报，讲有高用电的工厂公司电脑基板偷接电，发现有一个电工背景的嫌犯，每一届收3万至5万，专门替这用户偷改电表，讲会当省9万块电池。敢若去年就已经不法赚50-60万。他去更改这个台电的电表计量器，让他就是可以少算这个用电量。去年的话，这个嫌犯大概就获利了50-60万有。警方调查，嫌犯对2016年开始就咧替人偷接电，互法院判决8个月，有原是唔知悔改，犯记录走遍新北、新竹县市、苗栗、台中甲彰化。台电统计，即届佫查到15件，会依照电池损失的1.6倍来讨赔，拢总是1783万。总共成案了15案，其中包括了15个电号及10个地址。当中属于台中地区的案件有2案，除了其中一个高压用户还在等警检调查结果后再行商讨和解释以外，其余的9个案件、14个电号均已缴清或分期付款当中。台电表示，目前除了一间涉案的高压用户以外，其他拢已经同意纳清，也是分期。警方是依照早期窃盗、规则文书等罪嫌，甲涉入的嫌犯甲偷接电的用户拢总移送法办。目前涉入的嫌犯是裁定羁押禁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高雄呢，这推动渔电共生政策，目前上阶段案场是伫弥陀区。本地是要拿正电拿饲鱼的案场，就机关接讯的时阵问讲，业者甲这供电帮采好势了后，却拢无伫咧饲鱼啊，是毋是已经违反着规定啊？甚至来质疑讲这海洋局失责，无做好查询的部分。徛伫弥陀海边的宝华顶看过去，原地一大片的云啊，即卖顶悬拢采供电棒。这款拿用实拿正电的政策，目前高雄申请的有216件，核准的99件，完成建地甲发电的案场有16件，其中上大的案场都是伫弥陀遮。20万啦，猪鸡啊，迄啦，大概鲈鱼啦，差不多这2-3项安尼。这供电啊，阮住伫遮厝边哦，迄运动成本也多咧。骗伊讲渔电共生。这个对阮才饲鱼啊！到目前为止，拢还无人开始饲鱼啊？迄未饲一啦，无光合作用，要怎饲啊？当地民众的疑问毋是无道理的。照规定，渔电共生案场必须爱具勇士的事实。不过，咱实际到弥陀区上大的101期看，规个条啊菜甲白死，窟仔底拢大壳壳。市议员也质疑，这个案场2024年都已经甲台电的电网甲做伙，所以拢也未饲鱼啊。海洋局敢有去监督查核？海洋局表示，因为施作方式无符合规定，即卖当咧调整当中。我们巡视了一圈，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干枯没有水的，最高的大概也只有到脚踝的这个水的深度是要养弹涂鱼吗？跟能源署的铺排方式不一样，我们请他在做一个计划的调整当中。增加2分钟。后续开始发电以后，我们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去做养殖事实的查核。海洋局表示，厂商目前等咧试运转尔，未来正式发电了后，若是可查到无勇士的事实，会限期改善；如果无改善，就会废止伊的农业许可。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
来看这冰岛西南部拜二早起地动就一直来，无偌久呢，就一座火山喷发。当地政府赶紧把这渔村的基面疏开，也讲未来这几天可能会搁再喷发。另外，伫咧渔猎的有一粒岛，受到这大风雨吞大雪，伫咧做大水，车路拢淹去啊，连救护车拢掉伫咧半路。浓烟对涂骹冲出来，各位当看到红色的火光。冰岛的西南部一个火山的附近，伫当地时间初一透早是发生真接的地动活动。接落来伫9点外正式喷发，官方已经要求附近一个渔村的居民较紧撤离。冰岛火山伫最近几年是喷发甲真接，敢若是伫首都雷克雅维克南部的地区，对2021年以来就发生过10摆。冰岛官方讲，这摆喷发只是开始，未来几天恐惊有更较侪摆。The fact that seismicity so intense seismicity is still ongoing is a clear indication that the event is not over yet overall. As such, what we are considering now is that while this seismicity continues, there is still possibility for new openings along the dike. 镜头个转去南欧，希腊的帕罗斯岛落大水雨，造成一条溪是熊熊淹起来。本来是观光圣地小镇，车路一日啊，互土水淹起，甚至连救护车拢掉伫水内面。Έξω από το δημοτικό σχολείο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Το ασθενοφόρο μάλλον θα το πάρει. Το πυροσβεστικό ακόμα στη θέση του, αλλά είμαστε οριακά. Δεν έχει ξανασυμβεί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当局宣布附近几个岛市的学校是全面停课，而且要求民众踮伫厝内。目前官方搁伫统计死伤的人数。另外有媒体报道，已经有40台车互大水冲去。公司新闻又派准备役。假意夺机的这美洲霸鸟，英国是接出现伫咧中南美洲、墨西哥和美国。根据调查，这野生的霸鸟目前存无100只，这霸鸟特别断种，拢是因为人类会去掠车饲发电，破坏掉因的生态地。为了要解救这个霸鸟呢，这东部基金会伫咧德州南部有设一个协助因生态的牧场，但是这效果真有限。圆圆大目睭、耳仔较短、头啊较细的美洲霸鸟，真爱夺机。有亲像美洲霸同款的斑点花纹，伫1800年代，常常伫中南美洲、墨西哥甲美国出现。暗过20世纪早期，因为为得到因美丽皮大量垃圾，地数数量渐渐减少。伫1982年，霸鸟被列为濒危动物。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东部基金会调查，目前野生霸鸟只存差不多80到100只左右，而且美国可能是因目前唯一能生存活落去的所在。Dow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st ones are found in Texas, the last breeding population of ocelots. 突然，互人垃圾，搁加上都市扩张，出条原本霸鸟真爱的有刺的野树仔，加做农地甲道路，互车祸加速霸鸟死亡主要原因。美国科学家咧拼命救这阵行踪不定的野生性动物。东部基金会伫德州南部超过8公顷的牧场内底，设霸鸟生态所在。而且大量种有刺的野树仔。The work we've been doing on this trip would produce some embryos with frozen ocelot sperm from a wild male, and that'd be the first time we basically had crossed a wild ocelot with one in a zoo population. But that's part of the process that we have to build up the managed population in the breeding facility that we can rewild and put back in nature. 毋那是野生的霸鸟团队，也想要互动物园的霸鸟用人工方式受训，毋过也无成功。团队表示，因未安尼放弃，反倒来透过每一摆努力，得到更较侪知识，相信对未来生态研究会更加顺利。另外，因希望毋那是霸鸟能继续生存，是希望所有生态系统豆豆恢复。公司新闻新读背编译。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拉用9号火箭3月31日，在4个太空旅客进行太空史上头一届飞过南北极的载人任务。这届是一个中国出世、加密货币投资家出钱的，伊含3个乘客接受8个月太空训练，要进行3天到5天的太空旅程。3, 2, 1, ignition, and liftoff.
在4月不是职业的太空人的 SpaceX 大型9号火箭飞起哩，有照观察伫太空中心的地面指挥中心传出欢呼的声音。这一座飞行任务由中国出事，国际是马耳他加被货币大好家人王存出钱，不过无透露确实的金额。由其他3个港期的新挪威电影制作人米克尔森、德国机器人研究员罗格、澳洲极地探险向导菲利普斯，则是 SpaceX 第3摆执行私人出钱的民用太空观光飞行任务。这是太空史上第1摆载人飞过南北极的任务。过去也无有太空人飞过65度以北或者是以南的纬度。这个线比南北极宽小可较低。第一段飞行是为佛罗里达州往南极，过程半点钟。随去太空舱一直差不多440公里的高空射地球一年，时间差不多是1点半钟，其中46分钟会为南极飞过到北极。为太空船能看到地球南北极的美丽面貌，这是人类第1摆为太空看过地球的极地酷刑。美联社报道，这摆任务叫做 Frame 2，有诞生100多年前挪威极地探测船 Frame 号探险历程的意义。王船这人接受8个月训练，包含伫阿拉斯加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加无机伫极端环境加真下层内生活挑战。这摆太空任务除了让这人体验射地球南北极，也进行真侪项实验，包含第1摆伫太空内底翕人体电光影像等等。这摆飞行，王船一家人也早较侪摄影设备，完整记录这座太空旅程。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各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汤新竹对13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3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3度到2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